这阵意外的消息，这是发生伫台中逢甲上款。今仔日透早传出有2排的人咧谈判，其中一个男性互3个人甲攻击，搁要甲压上车。警方赶到现场的时是连续开12枪，互这个嫌犯走袂去。加在落尾的这个受害者有救落来。即马警方是当咧调监视器，要来扩大追查。 员警赶到现场，要求嫌犯落车，不过车顶的嫌犯无要配合，开着黑色的轿仔要来逃走，甚至要来弄警方。员警连续开了几枪来甲挡。2个员警对着黑色的轿车拢总开出12枪，不过嫌犯还是逃走。现场留下25岁安姓被害人以及一架嫌犯走来的犯案车辆。什么原因？ 哈，不知道。代志发生25号凌晨12点外，台中3个男主甲被害人约伫逢甲相关的好行八路要来谈判，甚至要强压轿车拔走。警方接到报案了后，赶往现场救出被害人，不过3个嫌犯继续配合开车逃走。警方见3名男子使用电击棒欲强压被害人上车，立即对空鸣枪，喝令3人下车接受盘查。 那嫌犯拒不配合，且开车冲撞。警方对照发现，嫌犯将犯人的轿车单煞伫咧台英交流道附近，目前已经锁定嫌人的身份，就会积极查起到案。案发经过嘛，就会进一步来厘清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